呢條咧就係黃竹坑道，咁咧就見到地鐵啦。呢一邊咧就係 Marriott 嘅酒店啦。而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咧就係黃竹坑新圍10號舊民居，咁咧就喺閣下在此呢度咧就行入去咧就冇幾遠啫。呢度咧就有個巴士站嘅，咁喺度落車咧隔離就係嘅啦。咁而家入去睇下，行幾遠啦？呢度有條明渠啊！以前咧啲寮屋區咧都有啲明渠。咁呢間屋仔白屋仔幾靚。咁向前行啦。其實以前就嚟過一次嘅，咁嗰次咧就係落雨。今日咧就陽光普照，哇！裏邊咧呢啲屋都幾靚喎，呢一座，哇好靚喎呢一座，幾靚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係咪喺呢度咧？應該係喎，2號。呢度都唔係，可能係10號。原來咧喺呢度呢個入口先啱啊，因為頭先問咗嗰個居民啦，咁但係頭先指示就唔清晰嘅。呢條日本歌呢個咧就見到啦，新圍10號，好似有個屏風，咁可能以前嗰啲有財有勢嘅人咧，咁個門口就要加個屏風擋一擋，咁呢啲係嗰啲風水啩。呢個咧就係新圍10號啦。咁咧今日就唔開喎，以前咧記得開嘅。開啊！呢個咧，因為呢1點鐘至到2點鐘咧就係休息嘅，而家啱啱係12點幾鐘，所以呢度就冇開，而家閂咗啦。呢個黃竹坑新圍10號舊民居啦，係由咧周氏族人所興建嘅，約於1890年代落成。香港島上少數保存良好嘅傳統中式民居。舊民居屬一進一院式建築，主要由青磚及花崗石築成。正門前方築有一道俗稱風水牆嘅照壁，大門設有螳龍啊。正廳內有雕工精美的大型神龕。舊民居的正面有壁畫和檐板，屋脊上飾有灰塑，山牆旁有一對蟾蜍形出水口，頗具特色。新圍10號民居於2009年12月18日獲古物諮詢委員會確定為2級歷史建築。入嗰邊啦，咁啊沿灘一面啦。呢度有條金魚添啊！我睇下後邊有咩嘢先。就係咁樣。冇法。水牆咧，其實就係咁樣嘅。咁你個噏位咧做咩嘢咧？唔知道。嚟到呢邊咧，亦都有一個咁嘅位嘅，下邊仲有一個突出嚟嘅地方。咁係咩用咧？真係唔知咯。風水牆。咁通常啲中國嗰啲風水就係擋住，唔好俾人哋喺前面直接咁望到屋企啦。